发出来的讯息，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旨意来活。感谢你，求你用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开我们心门，可以聆听你的话语。这样祷告，奉靠救赎名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，它是一个记载耶稣医治瞎眼的人的故事。在马可福音里面有2段的记载，都是在记载耶稣医治人的眼睛的故事。那第一段的经文，它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8章22节到26节，就是耶稣吐口水医治那个瞎眼的人。在前几个礼拜，蔡牧师我们有分享过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让我们去体验，我们去认识那个耶稣基督，也让我们去体验那个疾病得到医治的那种体验。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另外一段的经文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这2段经文都是发生在耶稣他的宣教传道的一个路途当中。这段的经文里面，这两段的医治的经文，我们很快就把它当做一个神迹奇事。好，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让那个瞎眼的人可以看见，可以去看见他所体会的生命这样子。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讲到，他就讲到耶稣来到耶利哥城，它是一个很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市。在耶利哥的时候，他遇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巴底买。他坐在路边行乞，在那个时候，他听见耶稣，所以他非常期待能够在耶稣的身上能够得到医治，所以他就在那边喊着，他喊着什么？他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耶稣，可怜我吧！大卫的子孙，耶稣，可怜我吧！”他很大声的在那边喊，在那边希望能够耶稣可以听到他的声音。当他这样喊的时候，就有人阻止他说：“你不要再喊了。”好，直到耶稣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，要请人把这个瞎子带到他的面前。好，这段经文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巴底买，他虽然受到很大的阻扰，但是他还是越发大声的喊说：“大卫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他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医治。那在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另外一个焦点放在，当巴底买听到耶稣在呼喊他，叫他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愿意放下他所有的一切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就给他施行了医治，让他能够看见。所以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信仰的启示，就是当我们在听到耶稣呼叫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要把生命所有的事情放下来，或者是我们遇到有人阻止我们去亲近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发大声，越积极的去追求耶稣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巴底买就成为我们信仰的典范。他就是当他听见耶稣呼叫他的时候，他放下一切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就解决他的问题。我们焦点就会放在这2个地方。那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故事。在近代的学者认为说，马可福音从第8章22节一直到第10章52节，它是一个完整的段落。好，这个完整的段落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特别安排的。所以一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很习惯，或者说我们都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在进行。我们很习惯把一段经文拿起来这样子去读，然后我们就会读那段经文到底发生什么故事，发生什么事情，那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在那个福音书在写作，或者是在圣经在写作的时候，它不是只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在写，它是整篇这样子写的。所以当我们在看一段故事的时候，它前面也有一段故事，它后面也有一段故事。好，在故事连接的部分，通常
都是作者有意要表达的他的意思。尤其在马可福音，他很喜欢用一种方法，学者叫做三明治法。什么叫三明治？我们早餐都有吃过三明治嘛，就是吐司中间还有夹一层料，然后再夹吐司，再夹料，夹吐司。通常我们在吃三明治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特别把那个肉先拿起来吃，然后再吃皮这样子，我们都会一次把它吃下去。所以我们会知道说，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知道说，圣经它有前后文。当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看前后文，这样我们才会更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。当这个巴底买他让人家引导他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耶稣他问他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当巴底买听在耶稣出现的时候，他非常大声的喊叫，他很热切想要接近耶稣，所以耶稣就问他说：“那到底我要为你做什么？”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前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一直认为说，耶稣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？就是因为看他在这边喊叫，那么呼喊那么大，然后又那么迫切，所以只是问他说：“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而已。”可是如果我们将前面那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原来可能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。前一段经文他在描写说，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还有一些人一直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耶稣3次去预言说他即将要受难，要被钉十字架，然后死，然后复活。不过虽然耶稣一直表明这样子他要走的道路，但是他的学生却想的并不是耶稣所想象的他的使命。所以耶稣他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门徒在这个时候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说：“耶稣，我求你一件事情，请你答应我。”然后耶稣就问他说：“那我为你做什么？”如果从这个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将前后这2个故事并排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马可福音的作者他有意将这2个故事成为一个对比，从这个要我为你做什么来去阐明他要我们阐明的一些事情。我们知道耶稣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带3个学生。那这前段经文里面出现了雅各跟约翰，这2个人，他是跟耶稣非常亲近、非常了解、非常常常在跟随耶稣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门徒。他们来找耶稣，那耶稣就问他说：“他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跟今天所读到的故事里面，跟那个瞎子，耶稣问那瞎子同样的问题。所以这2段故事后来他们两边的人所回答出来的答案，就会变成发展出不同的2个结局。耶稣说，当耶稣问他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就回答说：“当你的国来临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手边，让另外一个人坐在你的那个左手边。”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，说耶稣啊，如果你当总统的时候，请你一个让我们当行政院长，另外让我们当另外一个长官这样子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他们认为说跟随耶稣，这些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是从加利利一直走到现在那个时段。这些门徒他讲出了一个要求，他们跟随耶稣就是希望能够功成名就。他们希望能够出头天，他们也希望能够可以从耶稣身上得到一个成功的人生。那到底什么样子成功人生？就是能够得到名利。在这个时候，这段话是耶稣的门徒他讲出来的话，他希望能够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。
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一个眼睛瞎的人，耶稣问他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那个眼睛瞎的人他所回答的，正好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需要每个读者认识的一个问题。他讲说我要能够看见。那我们当然会觉得说，一个从小就失明的人，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有办法用他的肉眼的眼睛去体会这个世界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看见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，他这边讲说我要看得见，好像是在讲说我只是我的肉眼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个世界，我们肉眼的眼睛可以去体会这个世界的不一样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常常在用语言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有2种用法。有时候变成一种相关字，所以在看见也可以解释成为我要明白，我要了解。如果我们单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单看巴底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清楚说原来巴底买他因为瞎眼，所以他想要看见。可是如果把这2个故事并排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另外一个答案，就是那个瞎眼的人，他告诉耶稣说：“我要明白，我要清楚，我要知道。”所以这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，他希望他的读者能够知道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他都要很清楚的知道，他都要很清楚的明白他为什么要跟随耶稣。他为什么要跟随耶稣？这个是要让我们了解说，我们人为什么要跟随耶稣？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？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当然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信耶稣的过程，通常都是会得到一些恩典，就是从耶稣的身上得到一些恩典，或者说有人带领，让我们觉得感觉到很不同的感受。我本身是一个第一代基督徒，我在求学的时候，刚好是那时候我的辅导就是玉明姐我都叫她玉明姐了她带领着我，让我可以在团契当中去体会什么叫做爱，什么叫做团契，什么叫做彼此之间的关系，怎么样去用他的爱来关心着我们。可是在这个地方，当然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知道我们相信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都会领受像神迹般的改变，但是这不是福音书最重要的核心。福音书最重要的核心，它是写给那些基督徒看的。他希望这些人看完福音书之后，都能够很清楚的了解，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要去跟随耶稣。可能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体会到一些恩典，我们可能会领受到一些神迹奇事，但是在最终的目的，我们要去了解，那我们每个人，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？如果我们无法理解说我们为了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真正的去跟随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巴底买他受到耶稣的医治之后，他就看见了，所以他就马上跟随了耶稣。我们可能会认为说，好像跟随耶稣就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每个礼拜我们就来这边做礼拜，然后耶稣要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听他的道理，他的教训是什么，我就遵循他的教训。不过我们要清楚的知道，从11章开始，耶稣他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。他进入了耶路撒冷，就是预备要受难，要钉十字架，要受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跟随，不像以前耶稣的门徒在跟随耶稣一样，他可以看到耶稣的权柄，他可以看到耶稣的行很多的神迹，他可以看到一个大有能力的耶稣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
耶稣很快就要进入耶路撒冷了。这个瞎眼的人，他很清楚知道，他要陪耶稣走向哥哥他的道路，准备钉十字架。这个瞎眼的人很明白，他很清楚，他跟随了耶稣就是要陪伴这条道路。这样的明白，这样的了解，让他有能力成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进入受难周的节期。我们每一年，我们在过受难周的时候，我们都在重演耶稣基督他的受难、他的钉十字架、死跟复活。从这样的每年重演这样的故事，我们就是在体会耶稣基督怎么样他的道路，他要为世人所预备的这条道路，也让我们去深深的去反省我们跟上帝、跟耶稣之间的关系。不过我们往前看，前面那个故事，耶稣的门徒，他希望能够得到成功的人生。当然，得到成功人生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总是耶稣要很清楚的让这些学生知道，怎么样才是他要走的道路是什么，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他们有君王来管辖他们，有他们的官员来治理他们，总是在你们当中，你们并不是要这样子。你们这一群人是一个由上帝所管辖的这一群人，你们是上帝所治理的这一群人，在你们当中，你们如果要做头的，要伟大的，你们就要做小的。你们有权力的人，你们就是要服侍人，你们不是要用你们的权力去宰制别人。”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体认到这一点？我们有没有认清这一点？如果我们有认清这一点，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去跟随耶稣。马可福音透过医治那个瞎眼的人的故事，要对我们知道，要跟我们讲，虽然这些门徒跟随耶稣非常的久，他们眼睛可以看得见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却不明白，他们好像瞎了眼一样，他们不知道耶稣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。相反的，反倒是这两个瞎眼的人，他们心里非常明白，也知道耶稣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这两个瞎眼的人，他们才有才有力气去跟随耶稣，才知道怎么样去真正跟随耶稣。我们知道大专中心长久以来，我们都会有一个营会，那个营会就是大专圣经研究班。这个大专圣经研究班，它是一个研经的运动，也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召集全国的大专的学生，在一个礼拜当中，我们去研究一卷经卷。那我们透过注释书，透过很多人的分享，透过很多的资料，透过我们很多的思辨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去明白上帝的话。那当然知道大专中心成立最主要的目的，也就是在校园里面宣教，透过我们的分享，透过我们的带领，让人来认识耶稣。但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当他们进到团契里面来体会耶稣的慈爱的恩典的时候，最主要我们还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慕道友，我们怎么样去跟随耶稣。所以这几年来，我们的中心有办一个营会，也叫做圣经研究班。我们透过这样的营会，希望能够带起青年的读经运动，是希望在每个跟随耶稣的人都可以亲自去了解圣经，可以了解上帝的话语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去明白，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去跟随耶稣？当巴底买放下一切来到主耶稣的前面的时候，耶稣问他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这个巴底买不管别人怎么阻止，他应耶稣说：“老师啊，我想要得到看见。”
我们刚刚讲了，看见除了肉眼的看见以外，最重要的意义，它是要我们可以去了解，可以去明白，去了解耶稣诞生的意义，耶稣为我们受苦的意义，看见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。他为了我们每个人在世上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复活。借着他的死跟复活，让我们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。很多人跟在耶稣的旁边，他们心里的目的都不一样。有些人想要看耶稣行神迹，有些人希望能够对耶稣那边得到答案，有些人对耶稣提出挑战，也有些人对耶稣希望能够在那边得到教导。不过在那个时候，跟在耶稣旁边的这些门徒还有的群众们，他们想的是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得到名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耶稣他所回答学生的，他对学生的回应，正好是在跟每个跟随他的人提出的一个邀请。他说，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在你们中间要做大的，要去服侍小的。在你们中间有权力的，就要用你的权力来服侍别人。你们中间要做头的，要做众人的奴仆，因为人子来，不是要差遣别人，而是要受差遣，要为别人舍命，要服侍别人，要为许多人赎回他们的生命。虽然我们现在信耶稣，不用因为我们的信仰受到迫害，不过耶稣要他的门徒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要成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，是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，不是只是为了求自己的功成名就，也不是为了只求自己的成功而已。它有更高的价值，那个更高的价值是，他能够去服侍别人，要做头的，要做众人的奴仆。简单说起来，就是我们比别人更有能力的人，我们就是要服侍别人；我们比别人拥有更多的，我们就要跟别人分享。无论在金钱上面，无论在你的能力上面，无论在你的时间上面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在团契里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享受上帝的恩典，我们领受上帝的福分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跟别人分享。因为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救赎。希望我们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分享的教会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分享我们的能力，分享我们所拥有的，让那些没有的人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爱在他们当中，并且我们明白说，为什么我们跟随耶稣，要了解耶稣的心意。所以期待我们弟兄姐妹们，在受难周这个节期，我们好好的去思考耶稣为我们舍掉他的生命的遗憾，让我们好好的去跟随主耶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们主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让我们透过受难周的节期，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你为我们舍掉生命的遗憾，也让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一个跟随者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将我们自己分享给别人，让每个接触到我们的人能够领受到你的爱在他们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慢慢的去思考，我们人生的意涵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我们可以为别人付出更多，分享我们所拥有的，让每个人